呀，马里就的点门嘛去。Hello， 你好，美女。你好，帅哥。打 PK 吗？对，打 PK。那我们两个怎么打 PK？ 怎么打都可以。好。你在酒店里面吗？嗯。哦。你这怎么了？不能住酒店吗？可以住酒店，我想来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一个人吗？肯定是一个人呀，那谁呀？哦，那你输了的话，这个船上面睡觉。刚吃饱的过来，我想你了，说5次。要不的好好说。啊，真的。顶着就你搞的。打个嘛的。俺搞不到，我不搞的，俺的那的，俺还过现在我知道了。嗯。对吧嘛？要那我就对吧？刚就搞不到啊。对，这个我也知道。对，我之前的真的，俺到店里一个都没有安排。你在哪里？我在西安。对，那个是地方的原因，真的。谁想？所以你就跟我打 PK 的时候，安切，知道没有？我今天已经5次了哦。哎，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，俺的产品的宣传就叫着上我。免费的没有。俺是，再见，叫什么？怎么说也是朋友的我的。朋友就是朋友，免费就是免费。我也是靠这个吃饭的嘛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靠这个吃饭的，就让你出几个说几句话，有那么值钱吗？真的，人不能这样自私，知道吗？出个视频直接发给你就可以了吗？这个不行，必须得要把我的那个，俺的产品都就是建立俺这个钱弄明白，钱弄。钱弄的，得建立俺的米，俺这米送就去，可把打的没得我地里的，你们先打开面站嘛的。首先打 PK， 这个是小问题。这个是小问题，这是大问题。对我来说的话，不是大问题，这个知道不？我们两个打的是10分钟的吗？你以后那个有时间的帮忙出一下啊，我。以后我也能帮得上你的，我会帮你的。好的，亲爱的，好的，明天你帮我看上面可不可以转下2个 W？对的，这个一个大男人不要这样子，哎呦，像个男人。我最近我有点想卖一个东西。哎，那就这样，我有产品，你卖。赚多少就给你啊。你就批发价给像现在这个扣上是没多个嘞。整个藏区过来，我只有我一个人有，其他没有。哪个？但是扣上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米俺这当的卡巴打的呢，但没这打的米多那个多啊。不过老站着一个姐姐打的米线读书通报交给你个啊。老爸等俺这鸭子公不过呀，你们人家鸭子公不这的米那个多啊。你米在妈妈家的就等着讲，俺这北面上就米的呢，这水源去米拿在人呢，米拿在米那我用过去去，你米多打等这手机打的俺拿大气也米多打下。保护眼睛的，也可以说是按照面这个水线就是按照嘛这米你要路亚等着嘛的，看就看都是要读的，的那5所就米多那里要路亚等着是，要不是不就你的找到下来涨起来，你们提的你们就近着。你看一下我卖了多少单吗？好的。真的，因为产品好用，真的。那你可以卖啊，你卖多少就给你，我给你批发价。多少价给你？你一个多少钱卖给我们？卖的话就是全国统一价钱198的，是了。这上面不能低，不能上，但是利润是另一回事，是吧？我们是朋友嘛，这可以商量。那我们那个私信里面商量吧，我考虑一下。你这个卖的话，真的，我这几天随便的那个人，我们是朋友。可以挂那个小黄车吗？小黄车也可以挂呀。可以挂。那就可以。还车也可以，你就直接拍视频
坚持也可以，那个都一样。你在哪个地方？我在西安，西安是在哪里？那西安是在哪里？是在江南嘛？没得看哟，俺西安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西安。西安是内地嘛？内地，算是四川的地方嘛？你那里去干嘛？一个女的那么远地方去不怕吗？真的？不怕我，现在这个为了这个不怕。注意安全，绝对会人家把给卖给你，真的。我明天上来的。好的。这几天安排的多吗？多，不许去直播，真的，今天已经第5次了。今天是几号的呀？看一下，15。这几天反正比前面的话好多了吧？对呀。那我还是给你，现在你就我这个产品你就卖，广州白的，说实话。你在那边卖，把它利润你自己发货，我来发。好的。这个可以啊，你骂了就可以。不可以，不是帮我搞个小黄车，搞完了以后我就卖了多少单子，你就今天卖的那些全部明天你来发。对，利润给你。我也那个，你也现在开始把这个流量转到自己的那个人，真的。在 PK 的话不能靠。但只是打 PK 的话不行。对，所以你呢，整个藏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卖的好得很。内地有吗？内地都爆了，藏区那边没有人。爆了什么意思？在这边的话，每个开车的也用这个，看手机的也有，看电脑的、上学的、老人、小孩都在用这个，只有我们藏区这边用。然后藏区那边只有我一个人看得上这个产品，然后我就发到网上，差不多。看一下吧，这里有吗？这里没有。在拉萨。你图片给我发过来，我私信看一下。可以吗？肯定那个安全的人，没砸钱不看这里。那个是安全带的哦。你还要卖那个安全带是吧？安全的是电堂的，没这个首先就电堂的。好的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电堂公司拿的呀，首先就等着的，大概是没出来当俺看得起我的。这个对卖的非常好，没北京当兵的了，没了偏到也不行去。对，我们演技也是不想浪费，真的。对我来说的话，长得这么帅，演技这么好看，这么大，但浪费的话，太可怜了吧，对不对，兄弟？我又开始转了这些，这么帅是加班国家嘛的了，哎呀。他不帅吗？真的不帅吗？帅是帅，但帅那里不要说人家叫你帅的话就可以了，自己说自己帅的话。那自己说门口3样就没了。太帅了，真的是。自己说门口3样就没了，这什么意思吗？我坏的很丢，我塞着这个自己说3样就没了。点点关注下可以吗，兄弟们？对啊，家人们去对面点点关注，然后我们两个小小的打一场 PK， 在我走了，真的。打的话打大的。大的。可以来大的。来打什么？你现在在哪？外头把脱下来，起来50个蹲去，好好做，认真的做，真的。那你呢？我也可以做蹲起。你的话就那个我昨天看见你在直播间里面跳那个叫什么杰克西的舞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跳一下啊。好。那我们两个打一次吗？还是打3局连试？打一次10分钟的，直接打一次。好，直接赶出去。兄弟们，直播间里面有1100多个人，每人送一个小心心，可以吗？虽然没有什么1100个人，只有90多个人加。每人送一个小心心，兄弟们。对面只有90多个人，还没有100个人。对面兄弟们。我小店店里给他过去可见的钱过同意。感谢看吧汉子哥。欢迎扎西的人。票舍的闭嘴啊！感谢，能不能支持一把？感谢我们的
去，谢谢送来的小心心。张西的那个这一把能不能支持？这个是你 disco 是几车给的下开始对吧？兄弟们，对面只有98个人吗？哇，人气太差了，真的。人气我靠的是大哥，人气有没有都无所谓。现欢在我迎平哥，欢迎没有关注的帮忙关注下，兄弟们，没有关注的直播这里点点关注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能不能免费的关注做一个？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点赞和关注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感谢我谢谢137哥，出来的墨镜，谢谢哥，感谢哥，欢迎王某美女，谢谢开心。我在这里什么意思？王某美女，其他有一个我们知道不？我的女儿，我的不是我的女朋友。女儿啊，咱女儿。波米到几天是嘞？欢迎摘西永总。波米到几天是呢？感谢家人们，有没有大哥帮忙支持扎西的那个帮一大哥？能不能闭嘴一下？我这边有800多个人，能不能尊重一下？真的。家人们有没有？刚刚前面有1000多个人，现在没有1000个人。上一个墨镜，来一个墨镜好不好？对，兄弟们，我们这边能不能来一个墨镜？能不能来一个墨镜？我喜欢你，欢迎我喜欢你大哥。再能不能来一个墨镜，兄弟们？加成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。代理波米里没有啊？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。公司一个墨镜，让他做50个对去，42是好看的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他穿的什么样？来，家人们有没有大哥？有没有大哥的？最后一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或者是一次性20个小星星，10个小星星可以吗，兄弟们？一次性10个小星星，30个小星星，20个小星星有吗？一次性，兄弟们，一次性20个小星星有吗，兄弟们？一次性20个小星星有的话，我们的加成过了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。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。他就吵架，你就这个点下看算的吧。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。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。谢谢邓子哥，加成过了，谢谢邓子哥。怎么了？感谢，没怎么了，是了。我有点害怕了，真的。怕什么？有点害怕。不要怕，我在这里呢。兄弟们，现在保时捷是气球墨镜有吗？大的小的中的，欢迎大哥。加持上面有没有大哥的？谢谢大哥，31级的大哥。谢谢送来的墨镜，现在是双倍。加持上面有没有大哥的？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。榜3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送墨镜。我的大哥走了，家人们，其他有没有其他大哥的？但你榜1大哥走了的话，其他没有，好好的待着。欢迎家人们，有没有其他大哥帮忙支持的？谢谢扎西德勒大哥，我们想看你的对局，真的。有没有大哥的昆虫？你们老家那边说，他们说你身材很好吗？还是你的身材一般吧？你们老家那边？你说的？帮忙暂停一下，家人。一般吧。一般吧，差不多一般吧。哎呀，身材太好。谢谢邓子哥送来的墨镜，谢谢兄弟，真的。关注家人们有没有家人们？咱们家大哥有没有嘛？哎呦，这大哥们的，实力赢着大哥。我在成都，兄弟。没有关注的话，忘了关注。兄弟在哪里？我在成都，谢谢邓子哥，谢谢邓子送来了这么多小心心，真的。欢迎人在做天在看。这个有第2个加成，兄弟们，还有第2个加成，还没来。还没到，太热了。欢迎康巴汉子大哥，43级的。43级的大哥来了吗？我的榜一，谢谢啊，好的。榜一这你也不知道。啊？没事是吧？榜一不能叫吗？本来就是榜一啊。帮忙暂停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这里嫉妒啥子？不用嫉妒啊！我从来没有嫉妒任何一个人。我这里有榜一的时候，你这里好像不高兴的样子，什么意思？这几天你看见他就同一个发给悠你说。
家人们有没有大哥的工作？这个是个 disco 去车去的，但这不是去车个店家开始讲么去了。大家店讲么人，别个家庭去吃的下。我喜欢讲我呀，真的。漳州美女一起加入这了的话，他们嘴巴太多了，任何人都说，哎，刚才把你带过什么什么什么，不到一个星期，到处地方都听到了，真的。汉族美女一起谈恋爱的话，不会这样说的，永远不会说的。看着姐姐，对，我是一个有老婆的人嘛。如果这样说出来的话，我们两个就砰砰这样打架了吗？对，这是谁说了？上次这样出现以后，你不知道的，但我凭什么说你不用问？那你也少找一点，这里找一下，那里找一下，肯定关你啊。屁事！不用说我，不用说我，你是我的老婆吗？我是你的老婆的朋友嘛。你给我吃醋干嘛？真的是37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37个小星星，一个墨迹过个加成，帮忙过个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个加成。有一个墨迹，帮忙过个加成。能不能帮忙上一个墨迹的大哥有没有？哎呦，真的，但没有大哥。帮忙过个加成，真的，首先帮忙过个加成。谢谢大家。进了我，发誓。上墨迹的一个有没有家人？帮忙过个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个加成，帮忙过个加成，帮忙过个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个加成。哇，谢谢墩子，谢谢墩子送来了这么多小星星。哦，墩子，谢谢墩子，够了，兄弟，够了，加成也过了，真的，谢谢啊，墩子。等一下双倍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团结一下，兄弟们！保时捷这9墨迹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就上什么，兄弟们！等一下，现在不用上，兄弟们，现在不用上，兄弟们！这个20秒过了以后，一起团结做一步，兄弟们，一起团结做一步。28级的大哥要求挂正题啊！你闭嘴，欧梦！你现在没有权利说话，知道不？真的。我们两个往过程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欢迎开心，谢谢送来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开心27级的开心，欢迎137摘西的来送来的棒棒糖。现在是加成上面有没有？现在上兄弟们，现在279保时捷墨迹有没有兄弟们？能不能来个大一点？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，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。大哥没有了的。加油，兄弟们！现在加油一把。现在是有没有大哥帮忙支持的工作？有没有一个大哥都没有吗？这几天真的拉不拉了？天天就是拉嘛，不是这几天。不是拉，地址的话，这几天真的没法开播的，想开一次。知道，天天就拉着，不是这几天。你实力有的我从来没有看过，真的。妈，那个一播就觉得一个一天。可这的妈妈的吃的可真是贵。兄弟们，对面跟上来了，兄弟们。谢谢哥哥，谢谢，感谢用户哥送出来的兔头鸭。兄弟们加油！直播间里面有900多个人。看一下我们家的实力好不好，哥？90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加油一下？对面的这个钢珠把他拽得很。3、2，从来没有看见过啥。现在直接压一下，兄弟们，直接压一下。点关注了，他的蹲区绝对好看，兄弟们，他的蹲区绝对好看。我那个 disco 是不是这个了？这个是个 disco 空间。2、1，兄弟们，现在上小星星墨迹279保时捷，有什么去上什么，兄弟们，有什么去上什么。现在有什么去上什么，兄弟们，差距不大呀。对面700，我们是600。家人们，能不能再往前补一个墨镜的？有没有家人们？投他一下的700%不错。欢迎大哥，能不能最后投他一下？能不能最后守住一把，兄弟们？是。能不能最后守住一把，兄弟们？能不能最后守住一把？一个是气球。哎呦！感谢哥哥，要谢谢老家，感谢用户了，再见了。大家弄差评。我没有这个杰克逊的帮助。你昨天那个谁放的嘞？昨天那个节目他给我放的。你这里有吗？
你那里搜一下嘛，你不是有2个手机吗？没有，你妈老粗没有，我只有一个手机。不可能。发誓，我只有一个手机。那我先当的对。国际，你这里可以放吗？可以。哦，可以，那就可以。流行的那个啊。啊？这几天不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有吗？对。流行的国账这个是啊，这个国账是我爸爸唱的。你爸爸？好了，再看。阿肉什么阿肉？谢谢周妈的关注。驾照拿到了吗？沈凡也没有。这次回去的话就可以那个动一下，放下去我就拿到了。点点关注下。打5分钟的最后打一把，在我走了。走哪里？又去找老婆吗你？不用吃醋，哎。发誓家人们，他特别爱我了，真的，说实话啊。我自己老婆都没有那么光。你老婆管不了，那我来管嘛。去，不要说。开玩笑的。真的是。打不打 PK？ 打就这样打嘛，马上。7分钟嘛。谢谢家人们。就这样打。就这样打，还有6分钟的嘛的。你实力的没有这样那样打的，还是那样打的的。这次你输的时候，我就让你好看，多多的有了。你打下边的，我那跟以前根本就不一样的多。现在这个感谢这个抖音爸爸。真的，没有这个抖音爸爸的话，这个人管的不是一般的那种。这波游戏昨天晚上就给我这样说的。真的，感谢抖音爸爸，感谢抖音爸爸，真的，有你这个抖音爸爸，把这个儿子他们拿捏的死死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以前的话，他真的，我跟他们说一句，他就给我顶3、4级。像今天你看见到，这几天真的，说话的时候，
可以关注一下兄弟们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谢谢家人帮忙赞一个，点点赞啊！关注节目就送了关注。900多个人没有关注的，帮忙关注做一波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然后有没有大哥帮忙支持的？这一把如果他输的情况下，我让他唱一首你们喜欢的一首歌嘛，是吧？怎么说也是他的，虽然歌不好听，但也是有一个歌手嘛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不用说，你没有资格说话呀，零票呀，真的是，还秀都没有现在的女人那些，真的，脸皮太厚了，真的。零票，这叫零票，知道不？点赞叫的家人帮忙赞。没人上票，还这边乱七八糟什么什么。感谢，有没有大哥？太多了，真的。零票，家人们能不能上一个墨迹的有吗？来一个墨迹，直接给你们点个关注，真的。哎呀！谢谢兄弟送来的墨迹，不是小心心。谢。哎妈，太热了！关注谢谢。谢谢家人们，有没有大哥的帮忙支持一下？有没有来一个墨迹的有吗，家人们？先给我上一个墨迹好不好？欢迎干妈，43级的干妈。欢迎阿伯阿妈。欢迎谢丹，欢迎东哥，欢迎亚东老师，欢迎韩红老师，欢迎荣庄阿家老师。现在对爸爸让他好看的，现在脑子都坏掉了的他。东哥老师。能不能帮忙赞点一下，或者点赞给的？一定啊嘛！抖音官方，我是正能量直播，绿色直播，我说的都是汉语普通话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哦，没有别的意思哦。健康直播，才艺直播，感谢抖音官方这么好的平台，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，真的。他抖音爸爸的别来吃哈几个皮。4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4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？小心心有吗？工作米粒的小心心。不同的70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加油！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。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。最后2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。最后2个人小心心，兄弟们。有没有小心心家人们？小心心的有没有？最后2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，兄弟们？就有的那加拿大嘛，兄你们看下去点的，哪他去没都？真的发誓换城市了嘛？你忘记过了记不了啊？最后2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，兄弟们？最后感谢看吧哈，工作没洗小心心，有没有工作小心心那就有忘记的，在这里买大工作。今天实力没有阿家我们，感谢看吧。2个人小心心，加油，兄弟们！阿家我们天天没有事的。这个王一卡了，我们等个大戏 PK，我跟你打，那时候你看一下我有没有实力，知道没有？哎呀，现在你看票都不敢拉的，对没？抖音爸爸怕他训的。啊。谢谢家人们帮忙赞起点的，或者点赞起的，点赞。大家人气第1名的话，常常马嘎巴掐现在嘞，人气都不给了。那么看这是那么他妈大个妈的哎呀！能不能帮忙上一个墨迹的有吗，家人们？拉票呀你！压力一个给一下，然后我们这边上票的。他刚这把得拉了这些，这几天真的，只有我一个人拉了呢。
谢谢观众点赞给的，点点赞。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像夜梦中的上的小河。我听到想不起的你的步伐，也是彼此的是伤痕的心。不明白你和为何你进来。谢当个肉马贝了。都没有的。但谢当的我点你的。哎，对面的帅哥，帅哥，他估计对面已经脑子那个了家人们，天天抖音发的，哎呀，感谢这个抖音爸爸，真的。但谢谢当的，然后我也睡了。这也是你谢当的，但歌手也是谢当的，但他爱猜直播的。谢当个的呗，唱不唱嘛？啊。真的坏了。但谢当的你的。你的。谢当的。没懂了没？谢就是懂个喽。过去。欢迎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，点点关注下。听我说，对面我们接的那个家人们。是买了的，我们两个你大什么还是我大吗？我们妹妹的家人们，我们小妹妹的家人们，然后跟着把他的家人们，祝你们开心快乐。我就唱一首歌啊，再我就下播了，真的。我都是了的，我们妹妹了，我们姐姐。你不是说我是我们姐吗？看下的。唱一首故乡讲的，有礼的话爸妈刷一个墨镜热气球，没有礼的话我就休息了。你妈了。日头里在梦中来的，沙金边摊开那么蓝的嘞，是那用脏笔撒茶你用的米的扎的人，多个嘛的人了。这气味啊样的，风空下着多情中的脸。
三年七三年，写了永夜梦随梦。那位说着的你，这功劳钱，对咱三把真比没有了啥了。夜里东个雪碧也好的，热情能让桥边中的痛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可以吗？聚会移动。给口啦，黑的梦，面对面莫啦，真梦。前方走路了这共三年，性格为我这些些。弄个用这样的是娘妈亲，什么的比有些梦大切，梦过这几老个他也不，我就下这个钱用的的。我就下这个钱，中的里。在一起的嘞，家人们。太好听了，真的，说实话。好听吗？好听，真听。这个声音听出来的时候，你的三宝人没把这里去了吗？哎，声音这样的时候听了，人吧没这样，人这样看的时候，三宝回来了。那样么好呀。哥的这个陪你们干的这个，点点关注下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这里点点关注下可以吗？再我就下播了，兄弟们，60多个人没有关注的帮忙关注下，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哦，兄弟们。晚安，兄弟们，晚安，晚安。谢谢康巴汉子，谢谢，真的，晚安，兄弟们。